桌顶的料理甲金纸，看起来是要用来准备祭拜祖先甲好兄弟。不过详细来看，这个金纸竟然是会当切。原来这是大唐中酒店伫中原普渡时节特别去制作出来的。鸡卵糕是用台南在地的酸芽，并搭配千层蛋糕的做法，一层一层去对塔出来。超逼真的外形，兼具健康甲美味，引起大家热烈讨论。这个蛋糕看起来说好像是金箔，其实它是金箔蛋糕，它是用咱台南的芒果泥加上杏仁粉，然后面粉、鸡蛋，然后一层一层去烤出来以后，然后中间大概有10层，然后一层里面都有新鲜的奶油，去把它叠起来，然后叠起来以后，最后上面这个可可脂的那个，把它这个复印上去，变成这个刚刚这个概念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箔，真正的一个金箔很高贵的。那拜祖先，这也可以用这个蛋糕来代表金子，尤其现在讲环保。不止金纸鸡卵糕真趣味，就连边仔的香也是用巧克力去制作，同款会当吃。这个像是特别用那个意大利面，然后用低温的水，然后去煮，还有糖水，让它整个成型出来以后，稍微沥干以后，然后这个黑色的地方。特别是用那可可粉去沾，红色这个地方就用食用的色，感觉就附的3色香。饭店为了方便小家庭采买中原普渡祭品，推出中原礼拿的服务，其中的金纸鸡卵糕加巧克力香，竟意外成为这出的主角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